再来看立法院案算今仔要审讨老人福利法的修正草案，其中在野党推的一个版本哦，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综合所得税率无到20%，就免纳健保费。也毋过五大医师团体是拢表示反对。今仔台北市医师工会嘛表态，因讲这版本的修法会造成世代的无公平，有限的医疗资源会受到影响。医界团体嘛警告讲，全民健保是社会保险，毋是社会福利哦，都毋通伤害健保。台湾每年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在野党立委提出真侪版本修改老人福利法，其中上令的版本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所得税率无达到20%免交健保费，引起外界的议论。民众党立法院党团27采取召开记者会表示，因应进行在违法的修正，主张无达到综合所得税申报标准的经济弱势老大人，中央都应该专业补助健保费。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一群未达申报门槛的老人应补助他们每个月大概800多元的这个健保费，提供这是最基本的保障。因为立法院1027三读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毋但五大医师团体规定不满，台北市医师工会嘛是反对的立场，认为会增加世代无公平，也互有限的医疗资源分袂平。医界团体佫警告，全民健保法是社会保险，毋是社会福利。修法若是通过，恐惊会冲击健保的影响。这样子的锦上添花的财务的负担，其实是让未来让目前的受薪阶层以及未来的可能更多的这个医疗资源的使用者，其实可能会面临到有一个资源短缺。这一群长者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是长照、慢性病照护以及共病管理的问题，而不是缴不起保费。医师工会讲，若是修法通过，对医疗产业受雇者会增加真侪剥夺感，一定会带来更较大的负面冲击。医界会搁再声明，健保量能负担机制是予有能力的人加出一挂，毋是这头式的健保专业补助。记者综合报道。